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1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是增加41364例本土病例，有30来人死亡，74人中重症。指挥中心嘛针对确诊病例有做基因定序，目前是有将近90%的病例拢是为着 BA.5。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 新确诊本土的病例有41364位，好，那当然是比起之前一天是比较多啊，但是这是因为假日的一个效应那比起上个礼拜的礼拜二49500多位来少了16.5%。今日公布36例的死亡个案其中年纪比较轻的是一位30多岁的男性。 有癌症的慢性病史也有接受癌症的化疗，另外有接种过2剂的新冠疫苗，因为这个癌症共病的关系而住院。住院后不幸就是在住院当中有发现这个心脏衰竭，怀疑是有心肌梗塞的一个状况所以于10月2号的时候经救治无效过世。我们今天没有儿童或青少年的重症或死亡的个案。 我们上一周总共是有完成这个定序确认124例本土的个案那其中这个 BA.5 所占的个案数是111例，所以目前这个定序当中 BA.5 的占比已经来到89.5%，已经接近90%。那另外，经过2档外边境管制，日本日今仔重新开放自由行加免签证入境嘛取消入境人数的限制，有真侪民众早就拢订好机票，今仔就飞去日本咯。 日本自由行解禁头一天，桃园机场出境大厅、报道柜台，也有汇兑柜台、保险柜台，透早客满人，真侪旅客抢伫第一波开放，前往日本自由行，每一个人心情拢真欢喜，佮期待。就算是很久没出国的感觉吧，所以就很期待啊！一公布就规划1个礼拜而已。过去还会不会担心还好，因为都有打疫苗啊。 然后口罩戴着，就跟可能心情就跟在台湾差不多吧。根据移民署初一有报统计，桃园机场出境2831人，前往日本旅客1177回，占17.2%。另外，松山机场也有403回出发到日本，拢总1580回旅客飞往日本。针对主办3支疫苗，就会当到日本自由行。也毋过国产高端无伫许可的名单之内。 都有旅宿业推出11月底进前预订东京5日4暝旅宿方案，专家负担3500块 PCR 费用，抢攻旅游市场。将近有100万的这个高端的这些施打的民众，他们这个族群呢，其实大部分都比较年轻，适合东京自由行的这个目标群众。 经过2年外的边境管制了后，日本总算重新开放自由行，加免签证入境，也取消每日入境人数上限，让旅游业感觉真欢喜。不过也提醒到国外旅游的旅客，要会记得针对确诊医疗部分，投保旅游健康保险，若无伫海外着病医疗负担，也爱开真侪钱。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是完全开放咯，日本政府嘛是建议游客人济所在上好嘛是爱挂喙罨，饭店也是餐厅、商店有的业者拢有家己的规定。对于观光业来讲因总算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到咯。 东京这间民宿提供传统的浸温泉设施，也有舒适优雅的先锋服饰。祖孙3代经营70多年，受到真侪想要来体验日本文化游客介意。在疫情爆发之前，这89成的人客拢来自海外，不过过去2年多来受到疫情的拖累，生理真凄惨。まずコロナになりまして。沢の屋に来ていただいた個人のお客様が一切も日本に入れ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ので今までいたお客様というのはもうほぼゼロの状態になりましたので。 头家讲，在这个无人来的日子，因只会当暂时转型，提供在地居民 SPA 甲晚期办公空间。也不过比起2020年4月边境关起来进前，收入是少1倍以上，真无简单。等到疫情转好，自去年9月起，日本政府陆续放令边境防疫管制，搁要伫10月正式开放自由行，业者总算看到希望。也不过经过疫情的冲击，外国游客重返日本的时阵，也要注意入境随俗，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
ただこれから来る方たちがそう同じようにしてくれるかどうかは確かにまだ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ですけれども、ただ一応館内ではマスクはお願いするつもりでおります。And I hope that people can come here and be respectful about the measures that Japan are putting in, whether it seems like the right measure to us or not. We have to respect it and do what they say. 日本政府建议民众伫户外人济，甲近期伫讲话时阵挂喙罨。另外，正伫旅馆、饭店敢爱挂喙罨，会当由业者家己决定。提醒到日本旅游的人，上好伫咧坐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甲正伫餐饮甲旅馆设施的时阵挂喙罨，以免引起别人的反感。佚佗起来，业者会当更较欢喜。公司新闻张回斌编译。来看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今仔透早各地拢正凉冷，西部佮有东北部温度只有19、20度，其他的所在嘛只有22度左右。我们预估在桃园到嘉义，以及东南部，包括绿岛、兰屿、恒春，还有金门、澎湖，一样有9到10级的强阵风。目前看到有2个低压扰动的云系啊，第一个是在菲律宾附近，预估它会向偏西的方向移动，它的发展的空间比较有限。另外比较远的这个低压扰动，预估它未来发展的空间是比较宽，也就是说它有增强的机会，而且未来往偏西的方向移动。气象局表示今仔日是桃园以北甲宜兰拢正凉冷，温度上悬只有22、23度，甚至苗栗甲花莲、台东大约嘛只有25、26度，中南部是会到30度左右，南北温度是差真济哦。气象专家吴德荣是表示讲，拜六礼拜有可能会有风台形成，15到17会上接近台湾，也毋过落山甲对台湾的影响是爱去观察。再来看今仔日透早3点外，花莲外海发生规模5.9的地震全台湾是拢摇甲真厉害，半暝嘛拢足侪人互摇醒气象局表示讲，这2天内有可能阁有地震尾今年嘛已经有55届规模超过5个地震咯。有地质学家就提醒讲，今仔早起地震发生地点那边的海域几10档拢无地震的记录咯，就爱特别注意。受到国家警报感信的声当地亮。地震发生的时阵，徛过监视器录到规间厝拢伫咧海，狗也是惊一条紧走去觅。11透早3点24分，这件发生伫咧花莲外海的地震，规模5.9，全台湾拢有感受到。花莲和平感受到4级的震度是上大，民众困的嘛是拢惊一条。它就起来看一下，有感觉到很大吗？有蛮久的。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分析，这届地震甲918地震无关系，是独立的地震序列，主要是菲律宾海板块坍落后亚大陆板块下底造成的。当地伫今年1月份嘛发生过规模6.0的地震，属于地震真正发生的区域。台湾已经进入地震活跳期，今年以来规模超过5个地震已经有55个。确实，从1月3号开始我们讲1月3号开始。我就说，今年的地震活动，是可能还会持续相当的活跃。如果是在那个小区块里面，在陆陆续续发生的地震，其实我们可以不用担心就是了。但是要担心的是，其实它的南边这个区块，在隔壁的日本，同样它这个地震带会延伸到宫古岛这边去。日本在这边已经在10年前已经做完调查了，他已经提出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海啸的潜势区。地质学家提醒，要注意的是，这届地震中心南边的海域，过去几10年来拢无地震记录，是连接中国岛外海可能发生海啸的暂时区。呼吁伫地震活跳期，无论是陆地活动断层的调查，或者是海底地震仪的部署，相关单位拢会更加积极，提早掌握高风险的区域。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昨日相识单位向中共化话讲，战争绝对毋是两岸的选项。行政长苏贞昌嘛讲总统愿意找出双方拢会当接受、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方法，却引起中国各台办的不满，又搁派出20多台中共的军机来搅乱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嘛讲，中共的行动，若说毋是故意要起事端无是创啥货。两岸情势严重，总统蔡英文国庆向中共发声，小战绝对毋是两岸选项，只有尊重台湾人民对主权甲民主自由的坚持，才是中美两岸良性互动的根本。中国国台办要求回归9日共识，
批评蔡总统坚持两国论，强化以武谋独。台湾是自由、民主、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愿意在对等的基础上，以对岸寻求台海和平的方法，增进两国之间人民的往来。苏贞昌强调，蔡总统愿意找找双方拢会当接受维持台海和平的稳定的方法。马晓讲，蔡总统夸大中国威胁。初10迄天，刷派出26架次攻击了台，4架共艦伫台海活动，野水意识真高。对此，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国军努力避免紧张情势，也反呛中共扰台才是野事。假如说他认为这不叫挑衅，那我就要问，那怎么样才叫挑衅？邱国正讲，两化情势严重，需要补足所欠的兵力，和外界观察兵役延长议题。邱国正再次表示，年底会对外公告。不公布，你想要在10月、11月或者12月宣布这个延役的期间，或者是延役几年，是不是因为担心影响选情？我想要请问你，目前服役义务役的年龄大约是几岁？不谈什么政治议题，所以我一再强调一下，是不是选举？我心里面没有什么选举，军中没有人在谈选举。将对立委引用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指出两岸爆发战事有51%认为中共获胜，显示咱国民众对国军战略有疑虑。邱国正回应民调只是参考，国军会做好战备工作，伊对国军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昨国庆日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甲台北市长郭文德做伙参加台北市政府的升旗典礼。哪里是拢批评黄珊珊靠市政府得拼选战？蒋万安的话是讲了较重哦，伊批评讲行政中立拢是讲的尔。登记立业票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透早前进北投扫街拜票。对手无党籍黄珊珊初10，甲台北市长郭文德同齐出席北市府升旗活动，也互哪里同齐批评是假成市府拼选战。我想也不到滥用行政资源这样的一个角度了哈，不过确实是跟市府来往很密切。其实行政中立对黄府长来讲好像都是装饰品，但是市民朋友其实都看得非常清楚。北市三法都高展行政中立，黄珊珊回击。只要是市民，拢会当参加升旗活动，将对外界放大检视亲民党宋楚瑜，交代有关无表态敢是小天。黄珊珊也不断反驳，这是调岗插座这一种问题。为什么大家都不去讨论蒋孝严先生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帮蒋万安站台？为什么每天讨论宋主席？这件事情就是故意在炒作，故意要制造问题。随着选战脚步拉近，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也互出复选。但是，党表示，韩国瑜有一定的吸引力，来台北参加竞选活动，拢是良性竞争。黄珊珊认为，韩国瑜要复选是天公地道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彰化县的秀水乡哦，昨暗头啊，有一个姓苏的查甫人啉酒醉，伊入去人的厝里抢刀啊，倒伫路里乌白讲车哦，嘛佮入去超商摕物件食。警方接到报案，派出真侪警察到现场，甲嫌犯抓起来，嘛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等等！超商内底为大阵警员准备要甲人压制，代志就发生伫咧初10暗头啊，彰化警方接到通报，讲有一个查甫人破坏人家厝，拿走2支刀啊，又佮破坏路边的汽车，落尾是撞入去超商内底摕物件食。现场有真侪民众来围观，鹿港分局的警员是全副武装到场，阻挡嫌犯秘入去仓库内底。快！警员打着司机做一个冲过去，甲人压制。彰化警方初步调查，这位姓苏的嫌犯不是在地人，伫伊的身躯顶有插着2支刀啊。调相关的监视画面来看，伊敢若破坏人家厝甲汽车，无主动攻击边仔的人，敢若是食酒醉，精神状况无介好。详细动机要来调查。鹿港警方获报之后，我们立即派遣幼市警力进入压制。那所幸处理得宜，没有造成民众进一步的损伤。目前我们警方了解，那该名民众是精神状况不佳，
那有酒精的反应。警方指出，这个姓苏的查甫人有公共危险的前科，伊的作为已经犯着刑法窃盗、恐吓、毁损甲危害公共安全等等的罪嫌，先后着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越南来台湾姓吴的查某人哦，伊无执照，也毋过真大胆开医美诊所，帮人客来做呢做片仔动手术哦，佮伫面册广告。医美署是指出讲，伊经营医美诊所7个月哦，大概已经有上100万的收入。也毋过哦，这个嫌犯最后是无互判刑，只互判缓起诉处分。刚做，我看你广告蛮多的呢，刚做吗？拄好无人客伫工作室休困，医民署的人员雄雄冲入来搜查。这些药你都怎么拿到的啊？网络买，我搜那个什么，小皮购物买。有查到手术刀啊、麻醉剂，还佫亲像是镭射除毛机这的医美的设备。原来是这个越南姓吴的查某人，伊涉嫌伫台湾非法来做密医。越裔吴姓女子开设医美工作室当秘医，历经数月收证，向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及地方法院申请拘票及搜索票。移民署发现讲，37岁姓吴的查某人，伊伫10多年前对越南过来台湾，伊哪做洗碗工，搁哪学医美的这款美容美发，后来家己伫桃园来开医美的工作室，咧甲人做摊领摊片，还佫有目睭挂灯绳这的工作，规个拢是家己一个人咧做。客源大部分拢是以外籍为主。伫去年10月到今年4月，初步甲估计起来，伊的得利就突破为100万。查获吴女涉嫌违反药事法及医师法，全案移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其实，这个姓吴的查某人，伊捌伫国际的这个纹绣赛事得到优胜，不而过伊敢若有摕到纹绣的证照，安尼袂当代表讲会当做所有甲医美有牵连的手术，甚至讲也佫伊伫个面册顶悬讲伊要共开班授课。专案地检署侦办了后，上尾以原起诉甲处分。伊还佫爱甲公库纳36万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的富公渔港哦，伫2015年爆发和风台扫歹去，县政府向中央争取7亿外预算要来征收，也毋过这个工程哦，捌流标7届，去年总算动工了，顶礼拜嘛有新的进度。县政府是强调讲，明年的过年哦，旅客单纯的动线得先来做调整。第一波台北季风报道，台东外海风影明显增强，往来绿岛甲南厝的客轮停开，因为煞是富公渔港扩建工程上好时间。因为顶礼拜六，为了扩建渔港用的3座沉箱中第1座顺利拖到渔港临航，官府有估上紧伫年底，富公甲外会加出大约1900平海部新疆地作为观光码头。整个工程进度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概60%几70%了哈。台东富公渔港要求扩建真侪年，2015年搁较互风台回顺，才争取到7亿外扩建。去年动工，要互渔船甲客轮码头分开使用。官府也搁另外争取到航港局1200多万，要改善目前互旅客单纯真无方便的动线规划，预计明年春节开放使用。游客提着大包小包的这个还要走楼梯啊等等这些状况，我们会做一个改善。那另外包括了停车的问题、摩托车的问题，我们也希望一并的做整理。台东富公渔港扩建其实已经争取20多年，去年真无简单正式动工，也毋过也有绿岛甲南屿2个离岛的老旧渔港，当地居民也希望会当量早动工整建，改善离岛。记者综合报道。体育会为伫花莲东华大桥边仔的土地哦，拢互刷一个业者藏土沙。法院哦，虽然已经判业者爱行地，也毋过环保团体所发现讲，有部分的业者哦，等到甲粪扫带伫土骹。环保局嘛已经展开稽查咯。这是体育会台东农场，伫花莲东华大桥桥边的土地，原本占用国土经营沙石仔的业者已经离开，不过也阁有真侪设备无提走。更较憾的是，有几个所在草坡内底发现因头台链啊、甲鱼网啊等等的废弃物。7号的时候，我们总共采样了8个点，那其中有几个点，上头是有铺设一些沥青啊等等这些东西。那其中在这个是6号。那我们当天在挖掘，大概是在1米多，将近2米的时候，就发现到有非常多的废弃物。因为烦恼会有污染，时代力量花莲办公室报请环保局做伙去挖，而且甲挖出来的土肉送去实验室来化验，也让环保局会追究沙石业者的责任。
依照我们的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它这个任意掩埋，而且未经地主同意是需要移送的。所以我们这边会收集相关的市政、人证、公务证之后呢，然后全部把它移给我们警方这边来做侦办。环保局强调讲，因对这间沙石业者的行为是真受气嘛，真愤慨。产业若是发现有污染，这个所在就会变作是污染区，会严重影响水源甲生态。嘛要求台东农场爱搁较积极甲业者清点，而且追究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罗西亚为着要保护克里米亚大桥和乌克兰轰炸，所以发动战争以来上大规模的空袭。目前乌克兰全国大规模停电、停水，对欧洲的供电嘛拢先暂停了。这场轰炸嘛至少造成14个人死亡。乌克兰的路听到真侪人惊吓的叫声，一栋大楼和飞弹轰炸，乌烟窜到天顶。俄羅斯吹襲向烏克蘭人真侪城市射飛彈，美國講這是可怕攻擊，是戰爭以來規模上大的空襲。Zaporizhia, a major city in the south of the country, very close to the front lines, was hit. More than a dozen. BBC 记者连线到一半时阵，正听到飞弹自塔甲顶飞过，侏罗纪无远远的所在就传出爆炸声音。指挥的大车路公园一个旅游景点，乌克兰西部的利维夫、田诺波尔，中部的第聂伯一个克列缅丘格，南部的扎波罗热加东部的哈尔科夫，拢被轰炸。几落千人米的防空壕，维护的走的拢已经倒伫咧路边，规涂骹拢全毁，上人员救人也救火。大规模轰炸不但造成重大伤亡，对欧洲的供电也中断，全国大停电。Большой дальности воздушного, морского и наземного базирования по объектам энергетики, во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и связи Украины. В случае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попыток проведения на наш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ерактов ни у кого 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никаких в этом сомнений. 乌克兰军事情报单位讲，俄罗斯的攻击令是10日吹就下达，以关键的民用基础设施甲人做城市做目标。总统泽连斯基讲，这款攻击是挑工的。Україну неможливо залякати, тільки ще більше об'єднати. 2天前，连接克里米亚甲俄罗斯本土一条正重要的跨海大桥——克赤大桥，发生震惊全世界的爆炸事件。虽然乌克兰无承认犯案，不过高调伫咧庆祝，和克里姆林宫真无民主。另外，白俄罗斯也可能新冠局势，总统卢卡申科，并且也是普丁的盟友，指控乌克兰甲西方国家共同接回对白俄的攻击，已经下令伫咧乌克兰边境甲俄军联合部署。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昨公布，前美国联准会主席伯南兹，阁有另外2个美国学者戴蒙，阁有迪布维格得奖。基金会指出，讲这3个人的研究，针对银行面对金融危机的态度，阁处理的方式，是有正大的帮助。瑞典皇家科学院伫7日表示讲，今年得到诺贝尔经济奖的3个美国学者，包含美国的前联准会主席伯南兹、芝加哥大学教授戴蒙，也阁有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迪布维格。因3个人研究，毋若讲来提升咱对银行运作的理解，特别是伫金融危机的时阵的角色，改善人类面对金融危机的方式。The laureates have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for our modern understanding of why banks are needed, why they are vulnerabl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得奖者之一的前美国联准会主席伯南兹，目前是布鲁金斯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伫1980年代，伊就捌深入来研究美国伫1930年代经济大败的原因。2008年到2014年，伯南兹担任美国联准会主席。伫这个期间，美国发生雷曼兄弟引爆全球的金融危机。伯南兹利用苏东时的研究理论，杀出量化松动的 QE 政策。大量来印票啊，来拯救金融市场，安尼嘛，互全球的市场注入大量的资金。伯南兹嘛有 QE 教父的封号。现主持68岁伯南兹，伫2015年的时阵，就要来咱台湾演讲。70伊回忆讲，迄当阵，面对金融海啸的时阵，所担当正重的责任。Because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if that happened, that would bring down the rest of the economy.
也那另外2个得奖的人是68岁戴蒙甲67岁的迪布维格，因2个人伫1980年代研究来显示讲，政府的存款提供担保，会当来防止金融危机这款假利啊西落价。戴蒙嘛是以正心息气的方式，向告知讲伊得奖时阵的情况。So I heard this Swedish voice on there saying, "Are you Professor Doug Diamond?"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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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I said yes, and I did know this was the day that they announced the prize, and I thought it was probably legit, but you never know. I have some friends with good sense of humor. That was basically my reaction. Oh, not bad, not bad. 戴蒙嘛认为讲，新冠疫情甲俄乌战争造成全球经济的震荡，伫咧经历2000年代的经济崩盘，还有监督机关的改进，即摆的金融体系已经无遐尼啊脆弱。这3个人会来分配1000万瑞典克朗，合咱代票是2870万的奖金。颁奖典礼会伫咧12月初10来举行。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再来看欧洲人权组织主办的哈维尔人权奖，今年是洛西亚艺人士卡拉姆扎得奖哦。也毋过因为伊人互关伫家家，伊的太太是来帮伊领奖。联合国另外一个人权奖是颁予德国前总理梅克尔。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将哈维尔人权奖颁予俄罗斯异议人士卡拉姆扎，也毋过伊伫今年4月互指控散布俄罗斯伫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假消息轰炸，佮互指控叛国，可能面临20年的罪恶。伊的家后大卫领奖，读出伊所写的批。In today's Russia, Vladimir Putin speaking the truth is considered a crime against the state. According to human rights groups, some 19,000 people were detained by police at anti-war protests since February. Nearly 4,000 faced administrative charges for speaking out against the war. Dozens, including me, are now imprisoned for it. 有英国甲俄罗斯国籍的卡拉姆扎是俄罗斯总统普廷登基以来的批评者，伊摆是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涅姆佐夫亲近辅助人士。涅姆佐夫2015年伫莫斯科市中心被枪杀。卡拉姆扎是分别伫2015甲2017年突然破病合力昏迷，获救了后指控当局毒杀。也毋过莫斯科否认。哈维尔人权奖是表彰伫欧洲甲其他地区人权领域有出着贡献的个人，也是非政府组织的奖项。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主席考克斯声明指出，伫今仔日的俄罗斯反对现有的权力，需要真大勇气。德国前任总统梅克尔初10获颁联合国难民署的难心难民奖。Waren Ende 2021 mehr als 89 Millionen Menschen auf der Flucht und durch den brutalen Angriffskrieg Russlands gegen die Ukraine. Wir alle haben heute wieder schreckliche Bilder gesehen. Stieg die Zahl in diesem Jahr auf über 100 Millionen Menschen an. Und eine weitere erschreckende Zahl, über 40% der Flüchtlinge sind Kinder. 梅克尔讲，伊得到难心难民奖会当向大家发言，是因为真侪来自叙利亚、伊拉克甲阿富汗，自2014年起，尤其2015年前往欧洲，包括德国在内，面临真大挑战。毋茫有搁较侪人努力地帮助甲支持。当难民减少，代表有搁较侪人无搁需要遥寄失长。难心难民奖是表彰超过家己职责来帮助难民，无依无我。也是无国籍人士的个人，也是组织。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再来看社会国家甘比亚，最近有60来囡仔令印度一间药厂制造的感冒糖浆死亡。调查嘛发现讲，这款药有过量的有毒物质哦。世界卫生组织是认为，其他国家嘛有可能有卖这款药所以警告各国要赶紧来清查。点点提到后生同齐翕的相片，社会甘比亚就有爸爸，安怎嘛想袂到，伊只有2岁囡仔，只是啉感冒糖浆了后，就急性腰子衰竭死亡。We did a lot of tests there, series of tests and dialysis. After 2 weeks, then he passed away. 过去9个月，甘比亚国内一直发生囡仔啉印度一间药厂制造的紫草加感冒糖浆了后，发生急性腰子衰竭死亡案例。目前为止，已经有66名囡仔死亡。Wanti tan lama because hanga mom hale mo dulé jóge ci feebar always inde feebar te soo waxee comme garab boo xamante ne dafa affect xale bi moom foog mu yóbbu sa fit bay right.
数十名囡仔第二来死亡，甘比亚政府甲世界卫生组织 WHO 紧急展开调查，结果发现这间药厂相关药品的有毒物质超标。WHO has today issued a medical product alert for 4 contaminated medicines identified in the Gambia that have been potentially linked with acute kidney injuries and 66 deaths among children. 甘比亚当局已经派人一家一户收回有问题药品。WHO 也警告，这寡紫苏甲感冒糖浆可能已经流通到其他国家，建议各国赶紧回收。印度政府初6回应，已经对这间药厂相关药品进行检验，若有问题会严厉处罚。咱国卫福部指出，无进口相关药品对台湾应该无影响。公视新闻邱婉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昨暗伫嘉义国中南院的国庆宴会计共是放26000粒，现场阁有无人机、水舞、阁有光线的配合，是由交响乐团来演奏。45分钟的表演请25万人去嘉义的现场来欣赏。青天白日满地红，3种颜色代表的是民主与自由、民权与平等，以及民生与博爱的精神，爱国爱家。美丽国庆宴会伫咧黑暗中放开，同时也有600台无人机摆做大北的中华民国国旗，庆祝双十国庆。要来祝福台湾，祝福所有台湾的人民，祝福世界平平安安。若是摆道行，无人机也摆做平安2字，临摹书法家王羲之的字体，祝福台湾。也是我们今年国庆主视觉的口号：守土卫国。无人机摆出国庆的主题，守土卫国4字。今年国庆宴会初10晚8点，伫咧嘉义的国中南医房，总共放26000粒烟火，时间有45分钟。若是有无人机秀，一个结合水舞、光雕加交响乐团跨媒介演出，现场的民众拢婀娜赞。烟火很大很漂亮，然后很壮观，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看到，很喜欢那无人机的部分。那平南那个写字的笔触也很棒。不过，伫咧场边出现一个小状况，伫咧放烟火时阵，有无烧了的烟火落喺释放区内面，好加在消防员赶紧来喷水拍火，无造成意外。不过，真正可嫌是散场。警方伫咧现场指挥交通，有民众伫咧上短时间内离开现场。主办单位估计这边有25万人来管制区看烟火，活动圆满结束。不过因为外地游客较多，所以有民众建议以后散场的交通路线会当规划了较顺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通宵白沙屯五分宫在做节，今仔透早送王烧王船。顶一届的地方上烧王船已经是30年前的代志咯，所以这届又得是地方的大代志。庙方表示讲，这只王船起3档，望讲会当为国家地方来祈福。庙方公路雷国本扫甲王船因带到白沙屯渔港的南岸，今仔日是苗栗通宵白沙屯五分宫办烧王船送王的仪式，等各项物件拢串好势了后，就准备要放炮烧王船咯。现场烧王船的画面是真壮观，照传统礼俗来讲是袂当吵闹，也袂当走角的。信众爱伫咧心肝底心怀尊敬，甲王爷送别，安尼仪式才算完成。白沙屯五分宫的王船就办一礼拜，伫10月11透早烧王船办送王的仪式。厨艺啦，咱即摆现代就是讲，即个从拜甲送走，好的甲收倒来。庙方讲，每10年会做一届福祝，30年才会办一届王船祝。这届新造的王船开3年的时间才完成，是有史以来规模上大的。民俗学者表示，王爷就代表瘟神烧王船的目的，就是希望会当甲传染病拢送好走。会伫今年举办，就是希望疫情会当转好。对于瘟疫跟传染病的一种恐惧如果地方流行瘟疫那不管是人的瘟疫或者是动物流行瘟疫，我们就会这个举行任务型的这一种就属于不定期的。学者林茂宪表示，烧王船也有无定期的，一般是为着特别的任务所举办，就要看地方的实际需求和民俗习惯。规个仪式甲一般庙会无共，禁忌较侪，除了爱用尊敬的心参与，也要做好防疫。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南真出名的风景区安平古堡哦，准备要改名咯。文化部的文资局最近审议通过，要改名做历然夜堡，也毋过文书工作者是有意见哦。因认为讲安平古堡经过真侪无共款的时代，若说改名做历然夜堡，我该恐惊会误解讲安平古堡哦，只是对荷兰时代留落来尔。这就是台南的安平古堡。前年因为附近邻家厝在改建的时阵，发现讲有其他的建筑遗迹，所以市府就甲文化部申请来做是整体性的固定古迹。轮廓形状整个发现，好，那个尖尖角角的这个特征，就跟我们这个重建图上面或者是历史图像上面看到的东北人堡的形状是一样的。原台湾城的遗构，那另外一个是热兰遮城的城垣及城内的建筑遗构。那其实大家听起来这个名称其实相当的拗口。为着要合并古迹，文化部文资局准备要甲安平古堡改名做是日兰夜堡，但是文书工作者认为安平古堡经过荷兰郑成功和日本时代等等的历史时期，那改名就变作是专属荷兰时期呢。安平古堡是台湾古迹里面少数拥有荷兰、明郑、清代、日本时代跟民国战后民国的这个建筑物。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城堡对我们来说，它正在显现台湾文化是一个不断堆叠、不断这个拼图的过程。若是文书工作者有意见，就连在地人嘛无介认同要改名。我拢叫王城，都叫王城，然后到后来就叫安平古堡。自古以来就是安平古堡，啊，你即马搁咧改东改西。若是改名的问题，学者嘛讲过去外界定定会甲古堡内底的尖塔掠准做是古迹，但是边仔的古城墙则是真正古迹。对这项问题，文化局讲未来会结合尖塔啊，佮老城墙，营造出真正的古迹形象。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国际查某囡仔日咯，过来有真侪民间团体哦，长期拢会提倡女权来帮助女性自主。最近哦，伊嘛用募资的方式送运动内衫，互国外在国家的查某囡仔，嘛来教因安怎来认捌家己的身体。10月11日国际查某囡仔日，立法委员林静怡参侪团体召开记者会，其中有一项听查某囡仔公益计划，发起人伫过去一冬内透过募资到印度、巴西、柬埔寨等等10个国家，向当地查某囡仔进行卫生教育，互因更加了解家己的身体，嘛互因一领适合家己的运动内衫，鼓励因自行做运动。这查某囡仔嘛，因为这个机缘认捌台湾。女性乳房在运动的时候导致的不便跟不适，虽然非常直接的影响选择及受教权，不过在国内或是国外都很少被提及。另外，台湾运动护士协会表示，伫 AIT、美国国务院等等单位协助之下，每年5月伫台北大学也会举办国际性的运动性别平等交流国际论坛，用台湾侪性别平等的经验来参各国交流做外交。美国以及世界各国的这些女性运动的领袖们看见台湾在性平的部分在亚太区排名第一，并寻求未来持续合作的可能。刘碧君表示，协会目前正在参台北大学参详，开设以女性运动、人权、运动外交做主题的课程，希望培养相关人才。克里拉也表示，会继续交流已经协助过的国家，参国际交流，让世界认捌台湾。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来看年底，除了要选地方首长议员哦，阁有18岁公民权受限的投票。今仔有民间团体甲一寡参选人因做伙徛出来呼吁讲，大家拢应该爱出来徛投票，或这个公道案会当顺利来过关。如果他时常是和大家认知有冲突，如果他时常是被国民觉得说啊，这个跟我们日常生活是两件事情，它只是一个纸上的文字。那我想这样的宪法，它其实会失去它的神圣性。下党派的议员参选人坐斗阵，希望为年底18岁公民权的合决催票，因为若要通过这个修宪，需要965万票。希望各位长辈可以相信年轻人，台湾的年轻人是非常的有希望，非常的有能力，对于未来也非常的有想法，让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我相信对台湾的未来只会更好。挺18，投同意。挺18，投同意。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周玉斌表示，全台湾还阁有53%的民众唔知影年底有修宪公投，所以因当咧扣钱进行宣传计划。那我们这一次募资的金额会总共有96.5万，我们整个社会
也一起来透过这个募资计划来越过965万的门槛。那我们募集到这样的经费，会用在我们的公车、计程车、捷运站以及户外的看板广告。新民协9月底嘛发起捐扛棒停收现的活动，有超过50个议员参选人，甲大家县市长参选人参与，因会继续伫各地头清新宣传，嘛呼吁更较侪参选人做伙支持。记者林思豪、谢桂林台北报道。即摆人哦，因为常常看手机啊，所以愈来愈少人都有青光眼黄斑部病变哦，顶目睭的镜头。这款镜头哦，需要用特殊眼底量压机才有法度发现哦。咱来看有企业要赞助偏乡这款设备，互偏乡无法度来做这款的检查。那住伫偏乡地界，身体各样要走一撮医生馆是有影无遐利便。咱到关干公司工会特别来到一级卫生所，要为北投社区长辈做免费眼底体检。除了检查目睭，看敢有退化、白内障、青光眼，也是其他的疾病，搁免另外点检查药水，会当减少看目睭时的无爽快。今天卫生所特地来社区做一个眼睛的检查，还有那个30秒心电图的检查，让我们一些疾病能够提早找出来，来提早预防、提早治疗。它不用点散瞳剂，只要机器扫描一下，就可以看到眼底的一些异常。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方便，而且有益于大家的活动。大部分的长辈因为拢无检查目睭的习惯，常常拢是已经等到看袂清啊，才受到要检查。就安尼，干公司工会才特别办免费目睭体检，社区长辈拢感觉真大心。感觉真好，对阮遮的老人百姓拢真好，也免钱的咩，啊，都通检查身体啊，都爱互人再去别乡镇，因为阮直接小沙才较无好检查。因有遮的善心企业赞助遮的检查机器，替遮社区时代检查目睭，免阁搬车走去大都市挂号等医生，望会当提早发现病症，提早治疗，为长辈目睭健康来把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印度边境的克什米尔哦，因为想要独立，一直有动乱。印度最近是直接去电影院，要来打造和平安全的形象。佮鼓励国内民众哦，都爱去遐佚佗观光。今年的前半冬，嘛已经有160万人有去观光咯。也毋过哦，遮嘛是佮有真侪提枪的军人，看民众无顺眼就会开枪，所以和平拢是假的。一间真大间、看起来真水的电影院，当伫做开幕进前，装潢最后收尾。但是无论是电影院外口，还是电影院内面，拢有足侪野青的军人，气氛甲一般的电影院无啥相共。因为这间电影院是伫印度甲巴基斯坦边境的克什米尔地区，而且是当地30几年来出现的头一间电影院。长久以来，克什米尔就是一个不断发生军事冲突的所在。除了印度甲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因为这是印度国内真少数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地区，所以当地一直有想要独立的武装势力，会甲印度军队相战。3年前，印度总理莫迪佮取消原本宪法当中予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权，佮较引起当地穆斯林的反感。但是最近，印度政府开始用无同款的手法，想要展现因伫克什米尔地区已经建立和平的形象。若是去真水的电影院，佮出钱办活动做宣传，鼓励印度其他所在的民众来克什米尔佚佗。根据统计，今年前半年来克什米尔观光的印度人都有超过160万人，变作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观光点。By the television, I came to know that there are issues cleared and the government is taking care of the Kashmir. There are CRPF members which are making the people to feel very secured. 街路满满的观光客，大家拢感觉克什米尔真安全、真好佚佗，可见印度政府的宣传做了非常成功。但是事实敢真正是安尼？其实印度军人伫路边拢会随时甲当地居民砸落来检查，而且伫观光客看袂到的所在，一个查某人哭甲足伤心的，因为处理的人互印度军人认为是可疑分子，就直接用枪甲弹死。这种代志伫当地常常发生，观光客所看到的和平，恐惊是用压制当地民众的自由甲权利换来的假象。记者甘恩编译。
即马有真侪囡仔志愿哦，拢是要做网青。最近伫墨西哥有一场网青大会，因分享因成功的经验。有网青是讲哦，因迄底片本地只是好耍，也毋过煞做出成绩，佮真侪人爱看，佮趁会着钱哦。这是因当初无想到的。今年25岁路易斯染着桃色的长头毛，总画甲正水来参加。伊制作真侪喜剧的底片，伫咧 TikTok 嘅途径有1170万粉丝伫咧关注。另外，伫 YouTube 有640万粉丝追踪伊影片。Lo hacemos como hobby porque también lo hago como hobby, pero también es muy padre por este lado y realmente sí puede llegar a ser un trabajo. Ofrezco felicidad, ofrezco darle buenos momentos a mis seguidores, ofrezco tratar de darles un ratito feliz. 路易斯本来是文学的职员，2年前受疫情影响，是头路开始制作导演的底片。根据伊影片的流量，也摕到平台互伊的第一条收入，伊也佫摕来投资买更加好的手机啊、加电脑来做伊的影片。不过，各种创作平台并不是所有原创者拢发展了正顺，真侪人拢翕影片要来抢即个市场的大饼，竞争真激烈。有人创作影片是因为假期当作兴趣。不过有一寡人是为着广告的收入伫咧制作影片，也有人真认真甲影片创作当做一份头路伫咧做。Al principio creo que como para mí y para mi familia era como un tipo juego, pero empieza esta transición de darte cuenta, no solo para ti, sino también para tu familia, que esto es un trabajo y que también tienes empeño, que no es minimizar ni exagerar el trabajo, simplemente es un trabajo honesto. 虽然影片创作平台有真侪创作者，包括化妆的技巧、发展网络事业等各种主题影片发展的空间，不过影片内容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墨西哥国立主题大学传播学的教授维达尔认为，影片创作平台上有感染力加传播性的主题，大概是7种到10种的类型的影片。若是影片无原创性，就会看到一寡正共款伫咧模仿的影片。为了要减少这种只敢有模仿。无内容的模仿影片，即嘛有营销公司提供培训计划，鼓励创作者做家己原创性的影音内容，互有影片制作专长的人，毋但只是要做网红，是甲制作底片当做一份事业来发展。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